艺术家蒋勋在龙仔会猫展览了后，再度受到河通文化艺术基金会邀请，来到台南展出大义繁花，此时众生为灯。疫情已经趋缓了。那诚如蒋勋老师所说的，我们从关注当下呢，来感受怡然自得、宁静致远的生活惬意。过去以来，我们一直认为说，我们人类是一个主流的地位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们必须省思，去想到，我们应该要把它换位思考，认为自然呢，作为一个主流的地位，重新来珍惜这个环境。疫情期间，艺术家蒋勋拢住伫咧台东市上乡，伫这当中，伊即个创作发现身躯边环境美好的事物，除了鸟以外，还有一年四季四水缤纷的花蕊。时尚的荒野当中，每个季节都有非常非常美的花。那我觉得那个花变成我很大很大的一个祝福。大概是1月到2月的时候，那个非常冷，就空气里面有一点小小的飘雪，然后你就看到那个梅花开到一片一片。那我想到我很喜欢的一位老师台静农老师，那他曾经有画过梅花，写过2句诗，说唯有冰雪迎怀抱，因为冰雪这么冷，让你整个身体都这么冷。来写荒山绝世姿，才会有荒山荒野的山里，好像被遗忘的最美的一个姿态。所以我回来我就画了这一幅的梅花。这个作品呈现出繁花盛开之美，同时为蒋勋老师的分享当中，让大家回归生活本质，感受到生命的每一刻。该展览为今日开始，伫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展出到7月16号，欢迎民众前往欣赏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